大学学测成绩公布，所有学生都爱准备大学申请。大师培中心的团队开发出一套系统，整理出学校科系标准，配合学生的兴趣来提供学生做参考。展开智能选系系统的网站，总共8个智能方向，48条题目，对当咧选志愿、准备申请大学的学生来讲，会当伫短短时间内知影适合家己的学系伫倒，的确加足利便。但这个系统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在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测验。它所测出来的结果，在我第一节里面有选择的科系，全部都有在我的适配科系里面，也就是代表它是相当具有所谓的适配度或者说可信度的。这是中华实行教育发展协会甲台大团队做伙开发的智能选系配对系统。教授表示，比起其他系统是针对学生的兴趣去经志愿，这个系统特别整理出学校经学生的条件需求，伫配对的时阵选出上适合、第2适合的学系类型，提高配对的实用性。55个系组，那我们每一个系组我们都找教授来帮我们填写评估。评估什么？就是他们这个系，他们觉得要进入他们这个系的学生所需要的这8个智能里面，哪些智能比较重要？目前智能选系系统正咧试用，台大师培中心讲，学系资料还无算周全，若运作顺利，未来会提请教育部全面升级，建立更较侪学校的资料，帮助学生做出理想的选择。记者麦上英、曾俊佑台北报道。